炸裂全網，19歲謝震軒用行動為媽媽張柏芝狠狠出一口鑊氣，謝霆鋒當場崩潰，跪地淚灑現場，泣訴12年只見兒子27次，滿心悔恨。謝賢當場拍著怒罵兒子不明智，徹底站隊張柏芝與孫子。在娛樂圈這個永遠不缺乏話題的舞台上，各類真假難辨的消息如潮水般不斷湧來。近日，一則炸裂全網，19歲謝震軒用行動為媽媽張柏芝狠狠出一口鑊氣，謝霆鋒當場崩潰，跪地淚灑現場，泣訴12年只見兒子27次，滿心悔恨。謝賢當場拍著怒罵兒子不明智，徹底站隊張柏芝與孫子的消息在網絡上瘋狂傳播，瞬間引發了無數網友的關注和熱議。然而，當我們剝開這層看似驚爆的外衣，深入探究其背後的真相時，就會發現這不過是一場毫無根據、荒誕至極的虛假鬧劇。謠言內容剖析一場毫無邏輯的虛構大戲，謝震軒出惡氣的誇張情節。謠言中描述19歲的謝震軒用行動為媽媽張柏芝狠狠出一口鑊氣，但卻沒有具體說明是什麼樣的行動。這種模糊的表述本身就充滿了可疑之處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一個19歲的少年，即便對母親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想要為母親出氣，也不太可能採取極端或誇張的方式。而且，目前並沒有任何公開的報道或證據顯示謝震軒有這樣的行為。這種虛構的情節更像是為了吸引眼球而編造的，缺乏基本的現實依據。謝霆鋒崩潰跪地淚灑現場的荒誕場景。謝霆鋒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，一直以堅強、沉穩的形象示人。他在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時，都能保持冷靜和理智。然而，謠言中卻將他描繪成一個當場崩潰跪地淚灑現場的形象，這與他一貫的形象嚴重不符。而且，謝霆鋒作為一個公眾人物，在公開場合如此失態，不僅不符合他的職業素養，也不太可能發生。這種誇張的描寫，完全是為了製造戲劇效果，增加謠言的吸引力。謝霆鋒12年只見兒子27次的虛假數據。謠言聲稱謝霆鋒12年只見兒子27次，這樣的數據看似具體，實則毫無根據。謝霆鋒雖然與張柏芝離婚後，由於工作等原因，可能不能時刻陪伴在兒子身邊，但他一直都非常關心兒子的成長。他會定期與兒子見面，參與他們的生活，給予他們父愛。而且，謝霆鋒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過對兒子的愛和思念。這種編造的數據，是對謝霆鋒與兒子關係的歪曲和醜化。謝賢拍著怒罵兒子不明智的戲劇化情節。謝賢作為謝霆鋒的父親，在娛樂圈也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前輩。他有着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沉穩的性格。謠言中描述他當場拍著怒罵兒子不明智，徹底站隊張柏芝與孫子，這樣的情節充滿了戲劇性。在現實生活中，家庭矛盾通常不會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公開化。而且，謝賢一直都非常疼愛孫子，但他也理解謝霆鋒和張柏芝的選擇，不太可能做出這樣極端的行為。這種虛構的情節，完全是為了迎合大眾的獵奇心理。真實人物關係與情感背景。張柏芝與謝霆鋒的婚姻與離婚。張柏芝和謝霆鋒於2006年結婚，當時他們的結合被視為娛樂圈的金童玉女，受到了無數人的祝福。婚後，他們育有2個兒子，分別是謝震軒和謝震南。然而，2008年的艷照門事件給張柏芝帶來了巨大的衝擊。
也對他們的婚姻產生了嚴重的影響。儘管謝霆鋒在當時選擇了支持張柏芝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。2012年，他們正式離婚，結束了這段長達6年的婚姻。離婚後，張柏芝獨自承擔起了撫養兩個兒子的責任。她努力工作，為孩子們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，同時也注重對孩子們的教育和陪伴。她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與孩子們的生活點滴，展現出了母愛的偉大和堅韌。而謝霆鋒雖然與張柏芝離婚，但他也一直關心着兩個兒子的成長，會定期與孩子們見面，盡到一個父親的責任。謝霆鋒與王菲的感情復合。2014年，謝霆鋒與王菲復合的消息引起了軒然大波。王菲和謝霆鋒的感情歷程充滿了波折，他們早在2000年就公開了戀情，之後經歷了分手，各自結婚生子，最終又走到了一起。復合後的兩人一直保持着低調的戀愛狀態，很少在公眾場合秀恩愛。他們更加注重彼此之間的感情交流和生活品質，享受着這份來之不易的愛情。謝賢與家人的關係。謝賢在娛樂圈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，他一直都非常疼愛孫子謝震軒和謝震南。儘管謝霆鋒和張柏芝離婚了，但謝賢並沒有因此減少對孫子的關愛，他會經常去看望孫子，與他們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。同時，謝賢也非常理解謝霆鋒和張柏芝的選擇，他希望他們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。在家庭關係中，謝賢一直扮演着一個和事佬的角色，努力維護家庭的和諧。謠言產生的原因分析。公眾對明星感情的好奇與獵奇心理。張柏芝、謝霆鋒和王菲三人之間的情感故事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。他們的感情生活充滿了戲劇性和話題性。公眾對於明星的私生活往往充滿了好奇心，希望能夠了解到更多關於他們的感情動態。這種好奇心和獵奇心理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土壤。一些不法分子為了吸引眼球、獲取流量，不惜編造虛假信息來滿足公眾的好奇心。媒體競爭的壓力與不負責任的報導。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，媒體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。為了在眾多媒體中脫穎而出，一些媒體不惜採用誇張、虛假的報導手段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。他們可能會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進行大肆渲染，甚至編造謠言來製造話題。這種不負責任的報導行為不僅損害了媒體的公信力，也對明星的形象和聲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。網絡環境的複雜性與匿名性。網絡是一個虛擬的世界，信息的傳播速度快，範圍陰。在網絡上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發佈者和傳播者，這就導致了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難以保證。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可能會利用網絡的匿名性，編造和傳播虛假信息，以達到自己的目的。而且，由於網絡的傳播速度快，謠言一旦傳播開來，就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有效的壓制。社會對家庭倫理的關注與情感投射。家庭倫理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，公眾對於明星的家庭關係也有着特殊的情感投射。他們希望明星能夠擁有幸福美滿的家庭。當看到明星的家庭出現矛盾或問題時，就會產生強烈的關注和討論慾望。一些謠言製造者正是利用了公眾的這種心理，編造出一些關於明星家庭倫理的虛假故事，以引發公眾的共鳴和關注。謠言的危害與影響。對明星形象的損害。
這則謠言對張柏芝、謝霆鋒和謝賢的形象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。對於張柏芝來說，謠言將她描繪成一個與前夫家庭矛盾重重，需要兒子為她出氣的形象，這與她一直以來努力塑造的堅強母親形象有一定的偏差。對於謝霆鋒來說，謠言讓他成為了一個不負責任、與兒子關係疏遠的父親形象，影響了他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和聲譽。而對於謝賢來說，謠言將他刻畫成一個在家庭矛盾中偏袒一方、情緒激動的老人形象，損害了他的公眾形象。對公眾認知的誤導，謠言的傳播會誤導公眾的認知，讓公眾對明星的感情生活產生錯誤的判斷。一些不明真相的公眾可能會相信謠言的內容，從而對明星產生偏見和誤解。這種誤導不僅會影響公眾對明星的評價，也可能會對明星的事業發展產生不利影響。例如，一些品牌可能會因為明星的負面謠言而選擇與他們解約，影響明星的商業價值。對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，虛假信息的傳播會破壞社會的誠信環境，影響社會的風氣。如果公眾長期處於一個充滿虛假信息的環境中，就會對信息的真實性產生懷疑，降低社會的信任度。而且，一些低俗、惡意的謠言還會傳播不良價值觀，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產生負面影響。青少年正處於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，他們可能會受到這些謠言的影響，對家庭、感情和人際關係產生錯誤的認識。如何應對這類謠言？明星的積極回應與法律維權。當面對謠言時，明星應該及時、積極地回應，通過官方渠道發布聲明，澄清事實真相。明星的回應可以讓公眾了解到真實的情況，避免謠言的進一步傳播。同時，明星也可以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，對造謠者進行追責。例如，明星可以起訴造謠者侵犯名譽權，要求其賠償損失並公開道歉。通過法律途徑，可以對造謠者起到震懾作用，減少謠言的產生和傳播。媒體的自律與監督。媒體應該加強自律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職業道德觀。在報道新聞時，要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，避免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和謠言。媒體之間也應該相互監督，對不實報道進行批評和糾正，共同營造一個健康、有序的媒體環境。同時，媒體也應該加強對公眾的引導，提高公眾對謠言的辨別能力，公眾的理性判斷與信息素養提升。公眾在面對各種信息時，要保持理性和冷靜，不要輕易相信和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。要學會辨別信息的真偽，通過多個渠道獲取信息，進行綜合分析和判斷。同時，公眾也應該提升自己的信息素養，了解謠言的常見形式和傳播規律，增強對謠言的免疫力。例如，公眾可以關注權威媒體和官方渠道發布的信息，避免輕信一些來源不明的消息。網絡平台的責任與監管。網絡平台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，應該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。網絡平台要加強對信息的審核和管理，建立健全的謠言監測和處置機制，及時發現和處理虛假信息。同時，網絡平台也應該加強對用戶的引導和教育，提高用戶的法律意識和道德觀念，共同營造一個健康、和諧的網絡環境。炸裂全網。19歲謝震軒用行動為媽媽張柏芝狠狠出一口鑊氣，謝霆鋒當場崩潰，跪地淚灑現場，泣訴12年只見兒子27次，滿心悔恨。謝賢當場拍着怒罵兒子不明智，
徹底站隊張柏芝與孫子，這則消息是一則毫無事實依據的謠言。我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看待明星的感情生活，不輕易相信和傳播謠言，共同營造一個健康、和諧的社會環境。同時，也希望明星們能夠不受謠言的影響，繼續為我們帶來優秀的作品。媒體能夠更加負責任地報導新聞，公眾能夠提升自己的信息素養，網絡平台能夠加強監管，共同抵制謠言的傳播。謠言的傳播。謠言的傳